人家压力大，人家压力大。啊，人家压力大。没见过的人。我见人家压力大啊，人家压力大。人家压力大，人家压力大，人家车台的呀，台都开清楚。人家压力大。那说你去开多嘛？去开那工作业了。也本屋里的。去开多嘛？开压力了。一多嘛都不会说了，那给阿拉们打赌去呀，打赌呀，打一球那赌赌啊，一起开赌呀，买来，哎呀嘞，你说他多批草嘛，你男朋友来批草，打一球开弄哪多啊就。我买回来我买来的，我买来的。有看你批草不要到差不多用嘛。